林立金同时表示讲，今年6月这毕业生呢，食头路无到半冬的时间，就已经有3成6个人已经换2份头路去啊。调查起来显示讲，这甲薪水上低是有关系。根据统计呢，拄出这社会人起头的薪水平均是33000通块，这甲主计总处统计的38000，前差是真大。 主要是你可以跟我讨论一下，你想要算什么？算我的那个婚姻好了。25岁张小姐伫电商平台做2档歌，薪水敢若3万块，所以伊兼职学算命，经营塔罗牌低雅音。真侪民众会伫网络找伊算命，一个月会当加赚2万多块。 我是只有利用下班可能6点到9点的时间去经营，就是每天都会更新大众占卜图文，然后有客人喜欢的话，他们会自己来私讯我，就是会想要找我占卜。另外一位24岁谢小姐是今年拄毕业的大学生，现在当咧做山工，有饮料试饮、主持人兼电脑活动的工课，一个月敢若做15工，会当赚4万至5万块。伊讲虽然工课无固定，不过比正式的头路更较好赚。因为兼职的时薪是比较高的，尤其是接活动，因为接活动就是属于比较临时的工作，他们时薪都会开比较高。那像 PG 的话，就是有400到600左右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今年6月份毕业的毕业生已经有3成6换头路啊。进一步问换头路的原因，分别是趁少年加试看卖啊的，对薪水无满意，甲工课成就感无够，拢加做因规气甲头路实施的原因。 这次调查之后，也发现说，大家呢认为应该薪资要落在39000左右哦。也因为如此呢，像我们这次调查也有近50%的这个新鲜人，他们会期待自己呢有一份正职工作之余，也希望自己还有一份兼职的工作。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，台湾人薪水中位数是38000多块，不过拄出社会食头路人平均起头的薪水敢若33000多块，薪水收价含因其他有落差，所以有48%的少年人即马拢会兼其他的工课来做，补贴家己的收入，希望会当增加生活品质，过少年人想要过的生活。记者陈亚轩、林巧凯台北报道。